一个图书馆成立以后，民意几乎都会来。按图案这一年启发性的玩具啦、图书啦，所以你就你讲的咩？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亲子馆可以适合新年的交流，太远呢都在互动。是东西变比较多，变成2、3楼都可以一起做使用。我们很喜欢来图书馆。我放假的时候都会来图书馆玩。图书馆安尼做小人的世界旅游的，改建安尼感觉可以适合带小人来看书。比以前就是无咁样的加个现代化，加个环境嘛个好，最难得的就是用设备安好的图书馆。今天是我第一次再踏入这个图书馆，我是觉得说值得等待啊。我们期待很久，新馆终于重新启用。那空间呢大了许多，分了很多不同的区域，是我们长治人的福气。我还蛮喜欢1楼的规划，因为它对幼儿的这个阅读空间是非常友善的。那沙发区也很棒，就像在庭园中享受书香一样。